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指挥中心宣布，对3月20日开始实行轻症免通报免隔离，敢若中重症爱通报。另外，确诊死亡的遗体也免调入批发。陆委会宣布，对3月7日开始开放深圳广州等10个定期航点航班，另外开放13个包机航点登现台湾线意。第二个前提亚国机场发生10名抢匪要抢载美金3000多万的飞行机，发生激烈的枪击。讲到咱国内疫情已经是连续5礼拜拢伫咧降，指挥中心宣布，对3月20日开始实行轻症免通报、免隔离，敢若自主健康管理，只有这中重症才需要通报。另外，确诊死亡的个案也免调急甲火化，会当互亲戚朋友家办告别式，记伊最后一遍。新冠本土各6破万例，初9拜四新增加9403例，死亡有49例。整体疫情已经连续5礼拜降低。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最新的防疫新制，为3月20日开始，轻症确诊者隔离天数为本来的5+N改做0+N，无需要通报甲隔离，中重症则爱通报。军公告职员甲学生囡仔呢是有镜头，会当请病假5天，无列入出发勤记录，6天会当请普通伤病假，资方袂使靠专勤奖金。都会建议采认这个快筛阳性的证明就可以哈，比如说这个有附自己的健保卡或者身份证明，然后加上那个2条线的快筛阳性的检验的这个资料哈就可以。指挥中心表示，新制实施了后，轻症患者呢需要出外就医，建议专程挂嘴암。另外，医护人员照顾轻症的患者，无需要强制挂 N95嘴암，加穿防水隔离衣。但是确诊死亡个案是取消赶紧火化，开放亲友看最后一面。原本有这个需要进送火化场火化这个规定呢，也会一并删除。那同步就是说呢，可以开放这个亲友来瞻仰遗容，前提就是说要佩戴口罩，然后避免直接碰触遗体。指挥中心指出，这届拢总取消7项措施，包括轻症强制隔离、爱开确诊者隔离通知书等，有4项措施维持，亲像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公费清冠1号等。因为未来要取消发放居家隔离通知书，民众申请防疫险的理赔爱安怎认定，要转互金管会讨论。指挥官王必胜是讲，防疫解封3部曲已经完成第1步，本来一定5月指挥中心要降级，也是改善这个时间点，有可能提早。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飞行机帮航点确定会再增加。陆委会宣布，对3月7日开始开放深圳、广州等10个定期航点航班，另外，再开放13个包机航点。等候交通部公布详细细节了后来施行。陆委会强调，这届有开放的航点，其中也包含中国建议部分，展现台湾这边的善意。另外，经过小三通等来到台湾的方案，会伫咧清明进行开放，相关细节后礼拜就会公布。大家希望开放增加两岸空运客运航点，陆委会考虑商务旅运大商密集航点区域，业者营运量廉价航班平平这原则。初9宣布开放10个定期航点航班，包含深圳、广州、南京、重庆等。3月7日开始，另外开放13个新增包机航点，包含沈阳、无锡海口、中山等。等交通部公布细节了后实施。大陆方面他们提出的26个这个航点的这个建议，我们也把它考量进去。这个是展现了我方最大的这个善意。台商、台生都2、3年没回去了，希望两岸应该多交流，航点应该早就要开放的包括台湾的经历也会带来好处特别开放定期航班的航点，每礼拜209班，台湾是110班，中国99班。陆委会表示，事前已经透过小两会原来管道通知对方，不过对方也无提出异议。只是两岸客运航点确定增加，不过观光交流所无进一步放令。台湾无禁止旅客去对方自由行，不过有案无组团禁令。陆委会表示，关键在平等交流。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大陆那边他愿不愿意把原先禁止这个自由行也好，团客也好，这个禁令给打开。中国大陆的旅游一直以来在市场上面也占着蛮重要的一个比例。那甚至有一些旅行社呢，它可能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的这个产品。
两岸官讲什么时阵应放令？陆委会表示，佮考虑两岸疫情变化甲整体情势，慢慢检讨，又确定会伫清明节开放小三通客运中转，相关细节甲配套下礼拜会公布。也强调，即卖疫情等好推动两岸健康有序交流，未来是毋是扩大其他航点，会看两岸互动进行滚动式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式会甲总统蔡英文伫美国会面，不过这个消息却引起中国不满提出强烈抗议。这美国国务院是强调讲，麦卡锡有权利决定要甲啥人见面，而且蔡总统过境美国是符合美国政策。侨委会也证实讲，这蔡总统过境美国时阵会举办上无4场的校宴。China can't tell you where or when to go, and none of that discussion ever happened. The president happens to be an American, I believe.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拜三证实会甲总统蔡英文伫美国会面。中国外交部严重关切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也要求美国出来配合。针对这点，美国国务院表示，麦卡锡有权利决定要甲什么人见面。也若蔡英文过境符合宪章，伊种政策并无改变。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 officials are consistent with long-standing U.S. policy and with our unofficial and stro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President Tsai herself has transited the United States 6 times in the last 7 years. 各单位也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沟通跟筹备。至于相关行程的规划细节，我们会在定案之后适时的跟外界说明。总统府强调讲，出访若有定案，会向外界说明。即马中国威胁持续增加，外交部提醒要注意恶意分化假信息。美国下党派参议员嘛提案禁止使用 TikTok， 因为有国安的疑虑，因为中国会当利用这来影响公众的言论，嘛包括台湾论述。Like to divide Americans against each other, for example, let's say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to make sure that Americans are seeing videos arguing why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and why the U.S. should not intervene? Yes, and I would make the point on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piece that cuts across every one of those risks and threats that you mentioned.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嘛发布年度报告，关心中国威胁。报告指出，目前是第3任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这几年会对台湾持续施压，想要统一台湾，而且削弱美国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最近这几年有设置海外警察服务站，以服务侨民做理由，事实上是伫咧监控海外移民。这法国巴黎台湾花基本中心去年4月，因的网站或者海客入侵，法国警方调查了后，认定是由中国的海外警察服务站发起的攻击。侨委会落尾要提升自身安全，防止威胁。那外交部表示，目前对台湾的侨务工作无上大影响。Characters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aiwanese culture on the deep level. 台湾花基本学习中心伫后美地区推广繁体花基本，按过去年4月，法国巴黎中心的网站甲并且率受骇客入侵，学校报案了后，法国警方调查发现是中国伫海外警察服务站发动的网络攻击。侨委会表示，澳洲、加拿大、中南美洲等地也拢出现同款的情形。包括本会的资讯室也有在技术层面给予他们建议，以帮助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侨校以及华语文学习中心的相关网站，避免再受到类似的攻击在提关注案，市家青也强调，中共透过各种统战手法，想要夺取海外侨社主导权，佮影响传统侨社对待立场。立法也提醒侨团甲中国商会甲相关团体活动时阵，要提高警觉。中国的海外那个警察服务站其实各西方国家都已经高度的警觉那其实对我们的侨务呢，目前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中国这几年伫海外设海外警察服务站，用服务侨民的名义，煞是做斥诱犯罪民众回国，甲监控海外移民，威胁异议人士。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都表示，有真侪异议人士自2019年7月欢迎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事后疑似遭到中国海外警察拍，这种秘密警察局也和美国政府认为是侵犯主权。2月1号海警法之后呢，他另外一个那他透过警察的势力呢，来做海上也好，或是说做这个所谓的就是境外也好呢，做一个管控。
中国月2日，美国众议员盖拉格甲200多系伫美国的华人到纽约据点抗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也表示，中国当局伫53个国家有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有的是创伫餐厅。不过，中国表示，这拢是服务侨民的行政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海军连续一礼拜发生2件枪击拍无去的事件。这屏东的龙泉新兵训练中心有一支点45手枪，亲像是互人用模型调包同款。另外，伫咧高雄的陆战队99旅，昨夜发现讲有2个 T91步枪重要零件拍无去。军方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也会主动移送司法单位承办。手举长枪展现国军的气势，不过即马国军定咧用的 T91步枪，所发生有零件无去的状况。海军陆战队99旅初8咧实施枪弹检查时阵，发现 T91枪支减2件。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嘛已经主动送司法侦办。不过状况唔那安尼。海军龙泉新训中心伫咧初6、初7，为着要办教调咧检查训练装备的时阵，发现其中点45手枪，敢若是互人偷换做步行枪。发现有枪支的机件跟作动有异，所以我们有请专业的技师前往评鉴，确认为一把点45手枪为非自制装备。那我们现在成立专案小组，就是整个会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跟调查。军方回应讲，已经咧调查军情的下落。根据了解，去年5月教调结束了后，这寡枪就放伫咧仓库，一直到今年3月检查时阵才发现问题。非常不认同啊！为什么？没有啊，就怎么会是做这种事嘞？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他们前面安检的，现在假的模型的其实都分得出来，他们有在摸的话，应该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海军伫一礼拜内连续逼2件军情管理疏失的事件，互人质疑军纪出问题。军方强调，拢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会赶紧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树区这中华路甲下厝街，昨昏发生这草坡的火灾。对暗头5点烧到暗时10点，这甲火拍花。因为这火灾地点是农地无车路，也无到游水来拍火，加上高雄地区真久拢无落雨，这火就对水安里烧到9曲里。当地民众是真烦恼规暝，是因为这个下厝街5公尺外，涂骹底就带12条的石化钢线。火烧袂散，为初8尾暗5点外烧到暗时10点才拍花，烧到臭火大农地还有袂烟。火场是伫高雄市大树区中华路甲下厝街。当地居民紧张的是，这条挖火场的下厝街甲火场上远的是15公尺，上近就5公尺。理论讲，下带10几条石化钢线。火一烧，风就跟着上来，就从水岸那边一直往我们这边过来。那火势是非常大，所以让我们的里民都非常担心，这石化管线是不是会造成影响？下面有10几条还在使用，而且输送的是危险物质的这一些石化管线，是否在未来的这一些临近石化管线的这一些火灾的救难过程里面，应该给民众更多的知情权。烧4点外钟，民众真紧张。伫日本访问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敲电话关心，消防局派出19台车，51人拍火。不过导火是伫农地无产业道路，用水无方便，各拄着拢无落雨，烧面积一直扩大。火灾现场为田野农地，消防车辆靠近不易，加上多日未雨，天干物燥，风势强劲，造成火势快速燃烧。市府经发局光线安全办公室强调，24小时监控光线，因为火场虽然近，不过光线离地面超过1.5公尺深，未受影响。埋设有12条工业管线，埋设的深度都在道路下方1.5公尺以上。理论讲，去年大树区公所办办石化钢线爆炸疏散演练，初8这场火是杂草火警，所以无启动疏散行动。不过火场离钢线这么近，难免互民众烦恼规暝。记者综合报道。南部水情当咧紧张，水利署今日搁在警示，讲南部今年可旱情形可能会平100年可旱搁较严重。面对欠水的问题，高雄市政府决定要挖工地地下水，免费提供2级用水，互民众去流涂骹洗车、冲马桶等等。不过，也有气象专家分析讲，这南部欠水的情形可能要等到5月才有机会解决。
徛伫水车顶悬沿路压水，这个水源是对遮来的。建筑工地外口有会当提水的所在，高雄市公务局是用挖工地时阵出来的地下水，免钱来提供厝及用水，除了袂当摕来啉、摕来洗碗是洗身躯，含人直接接触以外，即使拄涂骹、洗车，也是冲马桶拢会当用。毋知影去倒位摕水，去网络敲找储水的地图，为含水源这资讯拢清清楚楚，扫落来个 APP 随都会当查。我们有6座污水处理厂，一次可以提供1.8万吨的水，直接就近给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也可以来取用。高雄市政府批是白正案，因为水情无乐观，水利署阁警告南部今年的状况恐惊比8年的可旱更加严重。南部地区事实上它的降雨比百年大旱的时候还更少，那预估未来降雨偏少的几率很大。对南部的集水区来看，去年5月甲单和8年的大可旱同期来比，降雨是明显减少。再来看高雄，这摆巨平值是-1021毫米，和顶摆-463毫米比是差超过3倍才侪。都今南部是一直欠水，真侪县市拢开始纳济来提水，暗时减压供水，增加再生水，也是提供厝级的用水，每一滴水拢袂当讨济。台中以南这些区域的话，看起来要下雨的机会似乎并不是很高至少在未来7到10天内并不是很高。那比较有可能的话，就是可能要等到大概3月的下旬3月大概20号之后，那到时候看的这个条件是不是比较有可能形成我们大家认知中的这种春雨春天的雨一直也未来，气象专家分析，就算3月后半个月是出现连续性的降雨，同款无法度解决可旱的问题。对目前看到的，暗算爱到5月降黄霜雨了后，才会当较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云林起风电场的达德能源公司涉嫌甲云林县机场几位机关误洗，这误洗金额差不多是2600多万。云林检方长针对21个地点发动搜索，查考相关资料了后，也团机场机关还有业者计共27个人来问话。检方问刷了后，依照贪污罪，甲机场还有达德能源公司的前董事长等6个人申请羁押。经济部能源局表示，这个案件调查袂去影响到风电场的开发进度。报案大型工具机持续时间，云林大西5港村民强烈要求厂商停工，警方赶紧加开，避免冲突扩大。云林沿海当地进行风电工程，不过当地居民真侪甲抗争，和当时的厂商达德能源公司真困扰。因为一直我都摕到云林县政府的使用执照甲建照，厂商就去找议长甲议员，涉嫌误洗2600多万，希望互工程顺利。透过下游厂商白手套，以工程款夹带汇款的方式支付贿赂给议长及部分议员。云林检方特别对云林县议会议长沈宗良加涉案的议员主体服务处，拢从21个地点进行搜查，查考相关的资料，嘛通知达德集团姓王的董事长甲相关主管，拢总27个人到案说明。检方询问了后，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将6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中包含议长沈宗良甲议员王佑民、达德集团云林办公室姓潘执行长等人，议员柯留斌甲黄文祥。各30万交付。经济部能源局表示尊重检调，也强调袂影响风场的开发。尊重检调单位的一个调查跟相关的一些行动，这些个人的一些行为或个人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整个风场的建制的进度。云林县政府表示，除了尊重司法，嘛会配合检调调查，若是相关细节无其他评论。达德能源表示，目前已经将梨花风场的股权卖出去，继续开发陆上的风场。使用的董事长也已经无伫集团内底。后续接梨花风电的天风新能源是表示，会配合调查，按过目前相关细节，也犹待进一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拉丁美洲国家智利因首都的机场发生10名抢匪伫咧停机坪，要抢有载美金3250万现金的飞行机，太开始是代票10亿遐尼济。当然，这寡嫌犯当中也含机场的警卫发生激烈枪战，虽然无抢到，不过有1名机场警卫含一个嫌犯伫咧枪战当中过身。智利警方目前也当咧调查。
都敢若咧播电影，光头白日竟然传出几6声庆声，这是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的班尼特兹国际机场。画面顶悬这架拉美航空的班机是对美国的迈阿密飞过来的，除了一般的货运，搁再3250万美金，合大约10亿的现金，嘛叫做歹徒抢劫的目标。根据外电因检警含看到的民众的讲法，10个火力正强的歹徒想要直接对停机坪来抢走这批现金，含机场的警卫是爆发枪战，造成一个警卫殉职，另外一个歹徒嘛掉枪死亡，其他还有9个嫌犯在逃亡，因搁甲4台车拢烧掉，警方当在全面追击。智利的隔壁国阿根廷治安恶化的问题，嘛才就即马当前的脚球名刺梅西，伊的故乡就是伫北部瓦巴西边界的罗萨里奥，除了厝内防威胁，3月初5因为卖毒品的伤歹，嘛造成11岁查甫囡仔麦西莫耶瑞兹掉枪死亡，这事件嘛，互政府真重视。He dispuesto el refuerzo de las fuerzas federales hasta alcanzar en esta etapa los 1.400 efectivos disponibles para la ciudad de Rosario. 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措施并无感觉有偌好。洪台市的查某囡仔的厝内人讲，正派安全部队只是做互镜头看的。几个月以后，部队替你治安是共款歹。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伫咧泰国有全世界上界严重的侮辱王室的法律，若准犯着这款法，会当去互判刑15年。这几年有真侪少年人示威抗议，不过也被少去互抓起来。有2个少年的示威者对1月开始绝食抗议，不过因为这泰国5月特别选举啊，大部分的政党拢无想要卡着这个敏感的话题。社运人士也烦恼讲会犯法，拢唔敢出声。为着要抗议上过头严格侮辱王室法，泰国2个少年的示威者已经绝食抗议第50天。进前因为体力上过头去送医治疗，目前人伫咧病院，不过意识也有清楚，就算讲绝食的行动引起人担心，不过因的诉求恐惊正恶劣实现。We've seen the Prime Minister stating through his spokesperson that he cares about the activists' health and he hopes they're safe, but he also said that he urges the parents to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 to ensure that their children don't believe or fall victim to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at kind of language has been used consistently to discredit protesters, especially young protesters. 现主持70岁泰国国王瓦吉拉隆讲，甲因厝内的人受到全球算来正严厉的王室诽谤法的保护，10条指控卡袂着，都有可能要互判15年的徒刑。不过人权团体讲，这法规互人摕来压迫公共言论。2020年到2021年，首都曼谷有真侪少年人发起抗争运动，其中有一个诉求，就是要废除侮辱王室法。这个法条讲，若是任何口舌王室成员的言论，也是讲行为，拢是冒犯君主罪。对这个侮辱王室的界定是有较不三论。这条法已经成做国家压制言论的手段。到即马，泰国已经有超过200人因为冒犯君主罪被判刑。2021年，还佫有人被判43年的有期徒刑。这2个少年的示威者是伫咧2022年参加曼谷武工的示威活动，拢是因为冒犯君主罪被斩起来。因自今年的1月18开始，就绝食唔食物件，要求政党爱支持废除严厉这款侮辱王室法。不过有真侪政党到即摆还是把这个焦点放伫咧5月大选顶悬，因无想要来去卡着这个敏感的问题。真侪社运人士因烦恼讲，便若是加入这个抗议行动，都会违法互抓起来。意思讲，这2个少年的示威者的行动，一直拢亲像告背火车，无达到效果。公司新闻牛眼编译。3月初8是国际妇女节，全世界拢有女性上街头对抗这女权退步的趋势，争取平等的待遇，消除性别暴力、歧视甲威胁。不过，伫咧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的妇女节示威，却是互政府禁止的。这顶部警察甚至用催泪加速来逼退这示威者。虽然伊斯坦堡当局连续第2年禁止3月初8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伫市中心的大游行，各将地铁站关起来，争取平权的示威者依然准时组织。2点钟的活动了后，顶部警察开始用催泪瓦斯赶人，真侪人被抓，群众也甲顶部警察发生冲突。佮大声喊：“阮的嘴袂合起来，阮袂惊，阮也袂屈服。”
Burada devlete karşı öfkemizi, kadın cinayetlerindeki sorumsuzluklarını ifade etmeye, bunu ifşa etmeye geldik. Burada hem aynı zamanda depremde kaybettiklerimiz için hem kadın cinayetleri için。 土耳其5月就要大选，强人总统埃尔多安面临空前挑战。以后土耳其退出保护妇女免受家暴的伊斯坦堡条约。过去一年有328名女性和男性杀害，和平抗争撮合警察暴力对待落后妇女正生气。一个月进前，南部边境大地震造成5万多人死亡，当局包庇豆腐共款的工程，也正做妇女节抗争的议题。 在欧洲为巴尔干半岛到西边伊比利半岛，妇女也拢发声。西班牙左派的行政附近通过跨性别法，废除未春假方便跨性别者改性别登记，让妇女权运动陷入分裂。合计性行为认定的修改，也被质疑为性侵犯提供减刑的漏洞。在这时阵，传统的不平等犹原存在。 En el 2023 está como hace muchísimos años paradas. Las mujeres siguen cobrando menos, las mujeres siguen estando en casa, tenemos inseguridad por la calle, los hombres siguen siendo machistas. 在拉丁美洲，真侪妇女穿旧小衫，团结上街路对抗对妇女的暴力杀害、性别工资差距甲歧视。根据联合国统计，拉丁美洲平均每年发生4300多件女性遭到杀害的案件，其中墨西哥在去年平均一天有10个妇女罹难。全球女性争取公平、安全、免受骚扰的威胁，还有真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 日本福岛发生核灾到达特别满12年啊，核废水会伫今年春天到热天之间排入去大海。福岛县的地主赖坤雅强表示，会要求政府甲核废水的处理做好势，避免福岛搁再受到负面印象的打击。也因为外界对这福岛种这食的稻啊有疑虑，当地农民也决定讲，要甲这转型种出来白米，摕去做低碳排塑胶容器甲餐具，创造另外一种商机。 日本3亿的福岛核灾特别满12天，福岛县地主内决亚雄伫初9的台湾时间下晡1点召开实行记者会，说明福岛暂时的状况。内容注重福岛农产品伫2011年和55个国家禁止进口，减少到只剩12个国家禁止，因看到各国对福岛农产品的信任大大增加。也毋过暂时犹原有超过27000人伫外地生活。 另外，福岛核一厂要废炉真困难，是因为核废水的处理甲提出核废燃料碎片工程进展真慢。对于记者提问讲，核废水要伫春季也是夏季排海处理方式，互县民是真歹接受，要求县地主表明态度。内决回应会敦促中央政府要全力做好相关的对策，避免福岛佮一摆受到无好的评价打击。私たちはこの12年間、風評の問題に長年苦しめられてきました。だからこそ 今回のこのアルプス処理水の問題によって新たな風評が生ずることがないように政府は全力で取り組むべきであると強く訴えています。虽然县政府保证会尽力维护县民甲农产品，不过已经有种稻的农民反倒外界对稻米有关有疑虑，转型甲第一浪江田建设工厂的业者合作，甲种出来稻啊合成制造做排碳量较低、塑胶容器甲餐具来开创商机。 これがもともとプラスチックの材料になる石油系の樹脂です。で、これがお米です。で、この石油系の樹脂とお米を混ぜ合わせて、我々の工場ではこういったライスレジンというペレットを作っています。 现主时，这稻米餐具已经有连锁餐厅合作使用，甚至会当制造做稻米擦角仔，乘做国际机场免税商店伫卖纪念品。特连汽车生产商嘛，甲业者合作生产快闪电的购物袋啊。业者嘛，毋忘借着设立工厂，创造就业的机会，替振兴福岛经济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 有乌道帮派最近伫台北市的酒店食春酒，搁请上百的水姑娘啊，徛伫两边，一来迎接这贵宾。袂输是惊人唔知影讲，因是倒一个角头的共款。亲像这款的场面是大甲警方到现场维安监控，乌道办聚会办甲遐尼车惊，也引起外界伫质疑讲，因的行为是咧甲公权力呛声。行政院长陈建仁就下令讲爱检查检办。 法务部长蔡清祥也讲同话，讲绝对会强力扫恶。
上摆穿长衫的美女行入台北市出名酒店，伫内底列队迎接。原来是帮派分子举办春酒，故意壮大声势。外口有大阵警察伫临检维安监控，大阵帮派分子办餐会，搁这么抢赢。台北市长周满安表示，绝对无用阮恶道的唱秋。公权力绝对不容挑战。我已经请我们台北市警察一定要强力务必的处理，维护台北市的治安。同时，我们也绝对不容许黑道肆意横行。对于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些据点、活动的场所或者是行业，那会去收集这些相关的不法的情资。根据他们的这些不法的行为，会朝组织犯罪来做侦办。面对恶道办春酒故意壮大声势，行政长陈建仁要求警政署严格查办、快速打击，采取有效的对策来阻止亲像这种挑战公权力的行为。副部长蔡清雄也讲单位绝对强烈扫污，不容阮妨害社会安定。我们一定强力的扫黑，绝不容许黑道分子来妨害社会的安全、人民的。这个生活安定。今年署长黄明昭是指示专案搜查扫动，上百家人桃园宜兰侧北暗时开始扩大临检。台北市一天就查到3个通缉犯，新北市原来有查到毒品窃盗等超过20个通缉案件。警方展现扫恶的决心，要阻止恶道帮派的势力，维护社会安全甲百姓的生活安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欠卵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根据农委会上新公布鸡卵产销资讯，产卵鸡的数量加这鸡卵的一日生产量拢有伫咧降，连鸭卵也开始伫咧起价咯。明仔载开始，鸭卵产地介绍含批发价一斤拢要起3块。欠卵的问题也影响到这营养午餐。新北市政府有发公文去到学校，若准这鸡卵的数量无够，会当用豆仔类或者是肉类来代替。来到柜台要领订好的卵，因为卵是一直欠，农会超市的鸡卵进货量是减了一半，只好请民众透早先来结销订货，才过来提。佫有人要甲爱讲因兜无卵，我讲我嘛是要爱啊。有5个，阮遐有5个订单，我有订到啊。现场排队的话，那就是以发号码牌。号码牌先结账，那事后等蛋商的蛋送来的时候，再来我们农会领取。欠卵的状况，搁在继续。根据农委会上新公布的鸡卵产销资讯，产卵的鸡仔量含鸡卵一天的生产量拢共。这礼拜卵鸡的数量大约是3046万只，比顶礼拜是减33万只。逐天的产卵量嘛落到剩11.15万箱。无鸡卵改鸭卵，鸭卵嘛起价。7月开始，产地也是批发一斤拢起3块。产量就没有鸡蛋那么多啊，那尤其现在鸡蛋缺，有部分业者都把它改做鸭蛋嘛。鸭蛋端午节快要到了，也开始要准备端午节的蛋黄啊。鸭蛋是不够的，还要涨价。欠卵嘛影响到新北市学校的中昼顿，有团膳业者是接到厂商的通知，讲后礼拜因卵会减4000粒，因可能一边顾营养，一边把菜单换掉。尽可能的不要让供蛋的次数减少，但是还是要去看我们蛋商后续的这个供应上，它到底减量供应的这个百分比太多的话，那我们才会迫不得已去变动菜单。新北市政府是甲大家学校发文，建议讲若鸡卵供应量无够，会当用豆仔也是鱼肉类的食材来代替。教育局讲，因为学校含业者拢有签约，经过了解，目前业者是正常来供应卵品，后壁嘛继续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鸡卵真歹买，伫台南就一个电脑工程师做出一个地图，互民众会当来查，看这超市大卖场倒位的鸡卵，还佫会当买。不过有使用者讲这地图无啥准，而且佫要靠消费者随时上传资讯，这正确度就无一定啦。摕出手机进入锁定的地图，顶头会出现铺色、红色、黄色、青色的光块啊。详细甲看一寡点，拢是超市大卖场顶通路。台南有一位工程师制作鸡卵前线资源地图，互民众买鸡卵进行查过，避免走去刷买无。应该是会有，但是他要靠民众更新，应该有点难。但目前在外面还是吃得到蛋啊，我觉得多少都会有啦，就会给消费者有一些方向可以去取舍。
实际照地图去找，伫顶头出现黄点，表示有卵，不过数量无济。实际去到点家确实袂甲空，这也表示民众爱随时到回报。当初会制作这个地图，主要就是工民众家己也买无卵，才想要讲来制作这机能地图。结合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的地图，甲Google表单新增功能，修改本地翠暗地图程式，制作机能前线资源地图。因为目前的话，在各大超市，他们其实是没有公开的资料去呈现说即时的库存状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靠民众去回报这样的一个资料，才有办法在地图上呈现。地图显示铺色的色水代表无人通报，青色代表数量充足，黄色代表有货，红色代表无货。工民总强调，停色的技术无悬，也爱靠民众回报状况。累建全国上千间连锁超市和大卖场的据点，目前已经有超过200间店有人回报。民众会当新增加其他的店家，忙结合全面力量，互有需要的人拢会当买到卵。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去视察南口世代温泉秋村的社会主体，伊表示讲，总统蔡英文希望伫明年落任进前，达到8年内起20万户的青年主体，这个目标有机会伫今年底达成。除了全台湾20县市以外，外岛的金门、马祖也拢会开始办社会主体。土地不正大，完善的生活机能，同时挖进辖区，这是南口世代温泉秋村所转型的甘做无卖的社会主体。行政院长陈建仁找到伫内政部处长华建群、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伴视察，伊表示总统真关心国人大的问题，伫中央甲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即马兴建的主体已经有72000户，包租代管的有59000户，8年要完成20万户的目标，一旦伫今年底达成。除了全台的20个县市以外呢，离岛的马祖跟金门也都开始开办那社会住宅不仅要让民众住得起，更重要的大家要住得舒服。中央跟地方可以合作，我们就可以为全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陈建仁表示，大问题解决，行政院也通过疫后特别条例预算，对于房贷利息补贴政策，当中有55万房贷户一旦受到帮助，每一户补助利息3万。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主体贷款支持方案虽然是中央的好意，不过嘛要考虑城乡甲家庭所得差，重新思考资源的分配，莫互中央的善意差伤济。我们要考量的是它的城乡差距、家户所得。以及我们市场的房屋的价格，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受到照顾，是一个资源分配均匀的。因为新北市光幅员辽阔，就像台湾一样，在都市形态的你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一户要700万啊，什么样贷款700万，用这个比例来看，那你如果在边乡，那更不用讲，那差距很大。陈建仁也感谢新北市政府1200块的双百家人汤圆通勤月票，使得少年人主体选择更较宽，通勤成本嘛变较俗，更较有机会累积买厝基金的第一桶金。但是青年买厝基金支持机制方案也当地研究。记者综合报道。福岛核灾发生到今特别12年，不过受到最近的这罗西阿帕乌克兰战争的关系，影响到能源供应。欧洲国家甲美国也拢通过延长核电机组的运转年限。不过，咱国内环保团体拢认为，就算已经12年过去啊，这福岛核灾攸关是还未收煞，国内也阁无多处理核废料的问题，强调这核电绝对不是清气的能源。日本福岛第核电厂发生核灾未满12年，不过反应炉内底有原有村内燃料棒碎片无法度处理，继续产生大量放射性废水，受污染的土依然蹲伫遐。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旧县记者会指出，福岛核灾还未结束。福岛核灾虽然已经过了12年，但是目前灾区的辐射污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福岛核灾尚未终结。俄乌战争造成部分欧洲国家能源运营供应的风险，加上全球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部分伫欧洲甲美国核电机组决定延长运转，不过全团反对国内老旧机组延役。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没有制定负责任的核废处置政策，那就不应该要去谈说所谓的使用核电或者是重启核电这件事。由全团透过座谈会提出核电厂延役有4大记录，包含对当地居民不公平、机组老化、法令限制甲核废料无法度处理。要有能力化解这4个疑虑呢，再开口谈延役。
反核团体接连反对核电厂延期，对日本政府要排放福岛核电厂含氚的废水，原能会也受邀请说明如何应用。针对周边海核辐射，即卖已经100多个监测点，另外已经完成作业海核辐射背景资料库。万一将来排放造成影响，有背景资料比对，也有检验气体生物氚实验室也已经完成。记者综合报道。真侪网络名人妄称特保组伫咧进前，因为无通甲因规范，所以真侪人做广告拢讲这效果是讲甲外涵，而且拢无一个法规通好甲因来处罚。公平会通过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网络广告案件的处理原则修正案，甲这妄称特保组顶社群网站的用户列入去规范。若准这无老实广告者，上济会当罚到2500万。轻松倒伫野溪温泉，实际体验现机伫森林内降噪音甲风水的功能，也有一个多功能的排包啊。经价前加一个收纳袋啊，甲水果袋啊，也亲身使用，搁翕足影片，搁附推荐文，要来介绍互介意龙牙的买众。伊是热爱户外活动的网络名人，自然哲学。袂少厂商因为看介意，伊充满活力的形象加销毁的功力，有适合的商品，拢会请伊斗相共推荐。跟事实不符，或者是跟个人特质有点出入的话，就会及时的跟对方做反应讨论，这样子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或者是有些可能是某些地方不需要特别的强调，那我们就只是呈现出它的优点给我们的受众就好。针对网络名人直播主伫网络平台推广销售，也甲代销商品的情形愈来愈多，不过陆续嘛出现代言的商品内容夸大无实在，煞无受到处罚。公平会委员会议通过《公平交易委员会对网络广告案件的处理原则修正案》，甲网络名人直播主这的社群网络用户纳入规范。无论身份是卖主还是推荐者，若做有广告无实在，要处罚。再来，我们当然会积极的从个案里面去寻求一些案例的类型，可能违法的形态。那甚至于我们进一步可能要去思考如何对网红做一个法律上可行的一个定义。那目前如果违法的话，所以从5万到2500万的罚款。若是安怎定义网络名人？公平会表示，网络名人伫网络有一定的影响力，处理原则爱建立伫个案。目前委托计划已经针对定义有初步的结论，不过还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六张犁山顶呢，有一个戒严时期受难者第一公墓。这墓园内面呢，有一片有历史意义的竹仔头也留伫遐，是因为这受迫害受难者因死去了遗体无人敢去甲领，落尾是伫咧竹仔丛下骹甲因找到，落尾出转会才甲伊审定做不期遗址。最近煞有一个文书学者向市议员陈情，讲一寡竹仔头已经荒废掉啊，也批评市政府拢无得重视。管理单位就是台北市的文化局，因是表示讲会赶紧来想办法恢复异常。这边其实是有一些竹子的，但是现在目前其实看到是竹子其实是已经消失了。最近有文书学者向市议员陈情讲，六张犁山顶戒严时期受难者的第一墓区，原底有一片残存的竹墓，是重要的景观意象，不过煞变做互人啖杀的凹叉堆。我们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东西？那这个痕迹就是说，我们在见证这个事件里面，探讨这个场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哦。这个墓区之所以被发现，就是因为这个竹头，是因为一个受难者的家属的口述，说在这个地方他的先人有托梦，然后往下一挖，就挖出200多具的遗体。市议员表示，这个所在除了是台北市指定的文化景观，嘛是出转会认定的不期遗址。主管单位竟然无重视，唔知影竹墓是安怎消失，实在离谱。学者嘛指出，六张犁山区公墓是1950年代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落葬的地点，有特殊的价值，就亲像破烂集中营内底受刑人留落来的物件，是历史的痕迹。我们会把那个竹虫的意象想办法，就是把它恢复回来。那再来是说，文字委员有建议是说，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我们会跟殡葬处这边来合作，那会有一个说明牌的一个告示。
文化局表示，过去伫无伫山坡边啊，毋知影是安怎倒去的，嘛有可能是毋知影的人甲清掉，未来会定期巡逻。几内关心的机关嘛表示，文化局应该调集家属、历史专家来讨论，看出来安怎维护，莫阁发生即款代志。记者调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昨伫台东的成功镇有渔民掠到一只国际保育类的动物，而且是强迫绝种的饭丝鲨。虽然这款鲨鱼伫台湾毋是保育类的，不过伫咧拍卖的时阵呢，有头家开钱甲伊买落来，而且佫甲伊送去外海放生。台东县成功渔港拍卖鱼市，初八下晡，渔民掠到一尾真特别的鲨鱼要拍卖。渔贩啊发现是一种真罕见的鲨鱼，毋但头型圆圆扁扁，脚只也佫亲像恐龙共款尖尖的鱼领，啊，毋过伊无亲像一般鲨鱼有尖尖的喙齿，喙是伸伫头的下骹，插刀了后，确定伊叫做圆犁头鳐，因为也是活的，渔贩啊开3000块甲标落来，准备要野放。是活的，然后还会动，我们老板就想说要把它放生，因为我们台湾也不是只有会吃鲨鱼啊，然后看到活的也是想要把它放走这样子。水事所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原来到鱼市场鉴定，决定伊就是底车鲨鱼圆犁头鳐。伊食毛血甲背类喙毋知伸伫头的下骹，因为因数量无济，外观特别，是海洋水族馆的名胜动物。2019年，获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做特别断种的物种，不过国内也无列入保育。遇到机会其实不多，而且大部分其实活体在水族市场还算蛮有啊，因为大家游客也蛮喜欢看到这种在水族缸里面的样子，所以大部分也都是卖到水族馆去。一尾圆犁头鳐有1.5公尺长，体重34公斤。初八午夜嘛，渔贩啊找人做伙载去成功镇附近的沿海野放，顺利好登去大海。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林管处发现，这几年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高山仔数量是愈来愈多，而且和人直接发生冲突。这林管处就在地单位甲居民参与教育训练，搁再组成人甲狗的冲突巡护队来执行高山仔的监测调查，也搁用友善的方式来甲狗赶走。唔惊人的高山仔，伫人来来去去的步道活动。经过民众加减的好奇，停落来甲看。虽然因看起来真古锥，不过对阿里山一寡店头来讲，嘛造成一寡困扰。现在猕猴很猖獗了哈，到庙里啊，到商店区啊，到商店街啊，都抢旅客的东西吃。连庙里贡品那个香蕉，他也进去吃；我们 7他也进去吃。嘉义林管处发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高山仔愈来愈多，造成人甲狗冲突的事件愈来愈增加，所以成立人狗冲突巡护队，要伫有冲突发生的时阵协助来赶这的高山仔。猕猴有主动攻击人类，或者是有抢食行为的发生的时候呢，才会出动使用驱离工具。那一般的巡护的部分呢，我们则是希望透过巡护人员他们的巡逻，然后来加强了解猕猴的族群动态。林务局现在办理这个驱赶猕猴的动作，百姓都很赞同。林务局表示，巡护队用机器来赶高山仔，拢有受过训练，袂去伤着动物的性命，嘛会向民众来宣导卖饲、卖活、卖人的行为，减少人狗冲突事件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新竹的关西有一间动物园，也是游乐园吼。这内面的动物一工就要排出1吨半的排泄物。即马这业者就把这物件摕来变做是800公斤的肥料，园区内面的树木拢有肥料通好用。狮牛当咧欢喜食豆，毋过涂骹毛袂少的狮牛屎。根据游乐园统计，园区内所饲的动物一工有1吨半的排泄物，要怎处理？过去确实是真大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动物，对我们而言，怎么样把它们的排泄物这些粪便呢，在某个固定的时间进行收集。不管你是长颈鹿、犀牛、美洲野牛等等大大小小的草食动物，我们都会把粪便特别是在一早到中午之间呢，进行所谓的集中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园区开始用动物排泄物甲喷狗肥。即马一工得当生产800公斤的肥料，唔那用在压肥种树啊，还有青菜，也是靠这来落肥。那每天这些粪便呢，大概可以转换大概700到800公斤的这个
肥料会运用在我们的农地上面。那一年的话，其实会超过大概450公吨的这个动物粪便。这青菜把提供给在地厂商甲餐厅使用，达成循环经济。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